買少2個愛馬仕就可以買到一個寫字樓，仲要租客幫你供埋樓。大家好啊，線上工商鋪。澳門作為全球最富裕城市之一，喺 CBD 南環區嘅寫字樓幾多錢一間可以買到呢？300萬唔使嘅，250萬唔使，200萬都唔使。嗱，今日我哋睇最平嗰間咧，就只需要121萬啫。投資嚟講，1000萬咧，你想賺100萬咧就難少少啊。但係如果100萬你買得平嘅話咧，賺10萬就易好多噶啦，因為冧心細啊嘛。咁今日同大家嚟睇一睇呢間時代商業中心，佢嘅特質咧就係優質而細件。位置咧唔使講，好多人都已經好熟噶啦，因為佢樓下咧就係南環匯豐嘅總部，喺度好耐噶啦。而除咗匯豐總部之外咧，喺100米內啊，亦都係澳門最多同埋最大型嘅銀行總部集中地啊。因為附近係旅遊一線區，寸金尺土，所以基本上吸引到所有銀行都喺度插旗嘅。而佢哋絕大部分都係自持物業永久嘅總部嚟嘅。而呢個都係點解南環區嘅寫字樓空置率相對會比其他區要低啊。時代商業中心咧，全層一共有12個單位，總共咧就8688尺，最大嘅單位咧就係889尺，而最細嘅單位只係409尺啦。咁佢其中有一面咧係有靚景嘅，另外幾面嘅城市景咧，大部分係有唔錯嘅採光啊。時代商業中心咧用落去咧，佢有幾個特質，用家可能會中意啊。第一，管理費咧係平啲嘅，係1.4過一尺，咁佢比大部分寫字樓咧2蚊或者2個半嘅管理費水平咧係稍為平啲嘅。第二咧就係獨立冷氣，咁澳門好多寫字樓都係行中央冷氣，咁澳門好多寫字樓都係行緊中央冷氣啦，會有加時冷氣費嘅問題。有交過加時冷氣費嘅朋友咧，就會知道咧嗰個費用咧係唔平㗎嚇，所以星期六日成日都要工作或者係平時會 OT 嘅商戶咧，喺呢度咧相對會靈活啲嘅。第三咧就係樓底，咁佢樓底咧正高咧度過2.79米，咁澳門過2.6咧就可以申請行政牌照㗎啦。所以呢度咧無論係呢一層咧或者係全棟嚟計，教育、美容、醫療、診所比例都佔比都好高啊。粗嚟睇一睇啲水牌咧，見到差唔多都有一半，而呢啲咧都係比較穩定嘅租客。不過咧，最大嘅賣點咧都唔係呢啲啊，最大嘅賣點係今次嘅價錢啊。今次全層單位喺首批入邊咧，我哋只賣2980蚊尺，高峰期差唔多要9000蚊尺。而呢一批咧，首批咧對比高峰咧3折出售，最平單位121萬，最貴咧都只不過265萬啦。如果你係自用有少量交吉單位可以揀，如果你係收租咧就更加好啦。喺銀行息先兩厘幾嘅情況下，呢度有成6厘，嗱你冇聽錯啊，6厘，仲要唔係嗰啲反租嗰種6厘啊，實打實市值6厘啊。咁呢一個回報率，如果借7成嘅話，你俾完首期啊，租金其實基本上可以幫你供到樓加埋管理費添㗎啦。所以咧攞2個愛馬仕嘅首期出嚟，咁啊租客幫你供埋樓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限首批優惠，有興趣同我哋聯絡啦。